大家好，歡迎收睇勁爆消息。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最近天氣真係熱到誇張，大家行出街都覺得就快溶。但係你知唔知有班基層街坊，就算返到屋企都好似入咗蒸籠咁，根本冇得涼快。最近有調查發現，劏房喺夜晚嘅平均氣温竟然高達29.42度，甚至超越咗天文台熱夜門檻。即係話，街坊喺屋企其實隨時仲熱過出面。究竟呢種極端高温下嘅生活，基層市民係點樣捱落去？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深度拆解成件事。呢個調查結果真係令人震驚。根據低碳想創坊聯同劏房支援連線最新公布嘅報告，喺今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呢段期間，針對全港9區合共86戶家庭，包括78間不適切居所，進行咗長達21日嘅温度監測，揭示咗一個非常殘酷嘅現實。數據顯示，受訪單位喺日間嘅平均氣温已經去到29.93度，而最令人擔憂嘅係，即使夜晚氣温有所回落，但係室內平均氣温依然高達29.42度，完全冇隨住太陽落山而降温。呢個數值已經正式超越咗香港天文台定義嘅熱夜標準，即係話嗰班街坊由朝到晚都係處於一種無間斷嘅熱壓力環境，完全冇任何空間可以唞氣或者得到真正休息，情況絕對係相當惡劣，完全無視咗夜晚係人類修復身體嘅關鍵時刻。對佢哋嚟講，夜晚返屋企只係換咗另一個焗爐繼續燒。呢種現象，專家稱之為熱不公，即係話越係貧窮嘅人住嘅地方，越係環境惡劣，越要承受極端天氣帶嚟嘅痛苦。你想想，當一般人可以返屋企開大冷氣，或者因為屋企通風良好而享受到一絲涼意嘅時候，呢班街坊住喺通風極差，又或者西斜曬到正一正嘅劏房入面，根本係無處容身，熱力喺狹窄嘅空間入面不斷積聚。就算夜晚大家都係要焗住，呢種環境真係連基本生活尊嚴都話唔上。呢個問題已經唔單止係單純嘅住屋問題，而係一場影響基層身心健康嘅氣候危機。當社會談論氣候適應嘅時候，如果忽略咗呢班最脆弱嘅住戶，咁樣嘅藍圖顯然係有缺失。社會資源同基層保障之間嘅鴻溝，正正係透過呢種高溫，亦令人反思點解繁華背後仲有咁多人受苦。更加令人心酸嘅係嗰班長時間要留喺屋企照顧家人嘅家庭照顧者，佢哋承受緊雙重打擊。工作繁重之餘，又要喺呢個蒸籠入面捱。調查入面有接近一半嘅受訪者都屬於呢類照顧者，佢哋形容自己好似喺蒸籠入面做嘢咁。平時家務負擔已經好重，喺極端高溫下更加係倍感吃力，身心受到極大煎熬。大部分照顧者都表示，因為天氣太熱，家務效率大減，加上長期待喺炎熱環境，佢哋身心疲憊，甚至出現各種熱相關嘅身體不適，情緒亦因為咁而變得好暴躁，甚至有69%照顧者直言炎熱天氣影響情緒，長期喺呢種高壓又悶熱嘅環境生活，對心理健康絕對有負面影響。呢種壓抑感係一般人難以想像。佢哋連想喺屋企抖下都成為咗一種奢侈，甚至連日常家務都變成一種極限挑戰。我哋睇翻具體案例，有一位住喺西灣河80尺唐樓劏房嘅琴，佢一家3口逼喺細細嘅空間，因為單位設計問題根本冇窗開，夏天翻屋企就好似行入個爐一樣。佢話屋企真係熱到頭暈身倒，小朋友亦因為焗到出晒紅疹。做阿媽嘅為咗令小朋友舒服啲，日間甚至要帶住小朋友去社區客廳或者商場避暑，直到夜晚10點後先肯翻屋企，只係為咗瞓覺喎。阿琴每日都係筋疲力盡，最慘係夜晚明明累到想死，但又因為屋企熱到根本瞓唔着。佢話雖然電費負擔極大，但因為睇住屋企人健康受損，唯有硬住頭皮開冷氣睡覺。每個月400幾蚊電費對佢哋嚟講真係沉重經濟負擔。佢仲表示，因為想留喺園區生活，但附近嘅過渡性房屋同簡約公屋已經額滿，連申請嘅機會都冇，只能夠留喺呢度繼續受苦。呢種無助感簡直係令人窒息。另外一個案例更加令人無奈，70幾歲嘅翁先生同太太住喺葵涌80尺嘅唐樓劏房，情況一樣慘。雖然屋企勉強有窗，但係打開之後就會有老鼠入屋，所以根本唔敢開窗通風。全個夏天都要喺一個長期悶熱嘅空間生活。翁先生年紀大，太太身體亦唔係咁好，
長時間喺高溫之下，佢哋經常會頭暈、胸口發悶，試過有呼吸困難嘅症狀。為咗節省開支，佢哋日間長期喺外面商場流連避暑，直到夜晚先翻屋企。但就算係咁，一個月電費依然要成1000蚊。呢個數對靠生果金或者積蓄嘅基層嚟講，絕對係天文數字。佢哋只能夠靠電風扇死捱，生活質素極度低落。翁先生唯有期望政府可以加快興建公屋同過渡房屋，讓佢哋呢啲長者住戶可以盡快離開呢種惡劣居住環境，過翻啲正常人嘅生活，而唔係日日擔驚受怕，驚自己或者太太會熱到出事。點解電費會咁貴？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調查話，不適切居所住戶嘅每平方尺電費竟然高達3.9港元，係受訪公屋住戶1.9港元嘅2倍。呢個對比真係相當諷刺啊！公屋住戶可以用相對合理嘅價格享受到穩定嘅電力服務，但係呢班住喺劏房嘅街坊，因為單位缺乏合適嘅節能降溫設備，或者係因為電力裝置分攤不均，甚至係被業主濫收費用，導致佢哋要付出不成比例嘅能源開支。佢哋明明係社會最需要支援嘅一群，結果反而喺能源負擔上面要付出最大代價。呢種資源分配嘅不均係好多基層住戶面對嘅共同難題。政府若果唔介入規管呢種水電費亂漲，只係任由劏房戶喺市場機制下被剝削，呢種熱不公嘅情況只會越演越烈，令基層市民陷入更加深重嘅經濟泥沼，簡直係變相懲罰貧窮喎。酷熱天氣對健康嘅影響亦係不容忽視。70%受訪者表示，佢哋嘅睡眠質素受到好大負面影響，成日因為太熱而扎醒，長期睡眠不足導致佢哋精神狀況好差啦。更加嚴重嘅係，有高達80%受訪者曾出現過至少一種同熱相關嘅身體症狀，亦有74%受訪者曾經出現與酷熱相關嘅不適，例如係頭痛、四肢無力、心悸，甚至因為過熱而導致嘅皮膚紅疹同其佢慢性病發作。呢啲唔係單純嘅小病小痛，如果長期忽視，好容易演變成嚴重嘅心血管疾病或者其佢隱性慢性病。政府成日講要照顧基層健康，但呢啲基本嘅居住環境問題如果唔解決，再多嘅醫療支援都係治標唔治本。佢哋嘅身體健康正喺呢種高溫環境下被一點一滴咁樣透支同消耗緊。政府絕對有責任去正視呢場無聲嘅健康危機，唔好等出咗人命先嚟後悔。面對呢種嚴峻情況，社會團體亦提出咗好多具體建議，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期望將降溫設備納入即將規管嘅簡樸房最低標準入面。佢哋認為，既然政府決心規管劏房成為簡樸房，就必須考慮埋氣候適應嘅元素，強制業主喺單位入面提供足夠嘅隔熱、遮陽、通風設備，甚至係冷氣機等必須嘅降溫設施。呢個建議好合理喎。如果一個居住單位連最基本嘅避暑功能都冇喎，咁樣嘅居住環境根本就唔符合人道標準，更加唔好講話係咩簡樸房喎。規管必須要考慮到呢種氣候帶嚟嘅新挑戰，唔能夠單純只睇居住面積同防火安全、室內溫度調節能力，必須列入硬性嘅考核標準，確保基層喺夏季入面至少可以有一個稍為涼快嘅棲身之所，而唔係繼續喺高溫下受難。呢個係最起碼嘅居住保障。除此之外，團體仲倡議政府要建立室內高溫監測機制，同埋提供恆常嘅夏季能源津貼，去舒緩街坊嘅財政壓力。好多基層街坊唔係唔想開冷氣，而係真係負擔唔起個電費。政府如果可以提供針對性嘅能源津貼，直接幫呢班租戶減輕開支，相信可以好大程度改善佢哋嘅生活環境。同時，政府亦應該擴大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嘅供應，令呢班仍然住喺環境極度惡劣地方嘅人可以有多一個選擇，盡快離開嗰啲根本唔適宜居住嘅劏房。呢樣嘢係解決問題最徹底嘅方法。從政策層面睇，我哋仲需要將健康適應納入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唔好淨係諗住減少碳排放，而係要正視點樣幫助市民適應氣候變化帶嚟嘅影響。呢個世界已經唔同咗，政府嘅思維必須要跟住變，確保政策唔係離地。說實話，我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社會時事嘅人，睇到呢班街坊住得咁辛苦，真係覺得好唔過意得去。我哋成日講香港係富裕社會，但呢種富裕背後係有咁多基層要喺蒸籠入面捱日子，呢個係香港嘅悲哀。所謂嘅簡樸房政策唔應該只係一個簡單嘅行政手段，更加應該係一個改善居住質素、提升生活水平嘅契機。政府如果真係有心做，就唔好只係流於口號，要落實執行。
認真對待業主濫收電費同埋設備不足嘅問題，唔好俾呢班街坊繼續處於無助嘅狀態。當基層市民連喺屋企瞓個角都要受煎熬，社會又點可以話自己繁榮穩定？政府嘅政策必須要更加貼地，照顧到呢班喺社會邊緣掙扎嘅市民嘅實際需要，俾佢哋感受下真正嘅政策關懷。呢樣嘢係作為政府嘅基本責任，亦係一個城市文明程度嘅體現。最後我想講，無論政策點樣制定，最重要嘅始終係人。嗰班住喺劏房嘅婆婆，嗰啲辛苦湊仔嘅媽媽，佢哋都係我哋香港嘅一份子，佢哋有權利擁有一個基本嘅居住環境，有權利喺夏天嘅時候享受到一絲涼快。我哋作為一個成熟嘅社會，絕對唔應該容許呢種不公義嘅現象持續發生。政府要做嘅嘢仲有好多，希望相關部門可以認真聽取呢次調查嘅訴求，唔好再拖拖拉拉，切實解決基層嘅兒鼠困境，俾佢哋一個真正可以安心休息嘅地方。多謝大家，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唔知大家對於呢種有關劏房極端高溫生活以及相關房屋政策嘅新聞又有啲咩睇法呢？究竟我哋係咪應該強制要求業主安裝冷氣同改善通風？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一次再見。